Hello，大家唔好意思，突然間由化妝畫面開始。我而家由機場出發，搭緊南海電鐵去市區。今日嘅行程呢，實在係有啲緊湊，所以而家喺電鐵上面執緊翻我個人樣出嚟。喺梅田落車去酒店寄存行李之後呢，我就馬不停蹄咁即刻出發去搭車啦。啱啱就將啲行李呢寄存咗去酒店嗰度，而家就去緊緊急搭車就去寶松。第一日就睇劇，非常之匆忙。停車駅は十三と豊中から宝塚までの勁得意咯，係卡比嘅車嚟嘅咯，呢個居然係，好可愛，好得意啊！卡比，呢個成架車都係卡比嘅。朝早嘅太陽果然好殘眼。呢個就係今次要睇嘅劇，好期待。本日の寿司で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佢呢間係食偏激嘅，呢間喺呢度做早餐。ベルが不調で並ばなくてごめんなさい。フルーツってこれ一つと、あとピーチアイスティーで。ピーチアイスティーで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。ドリンクのご提供食事とほぼ同時でよろしいですか？同時でおありがとうご願いします。ざいます。失礼いたします。首先喺四個面買咗一個呢個係攞嚟做包嘅手餅咁嘅嘢，而家就諗住係等食物嘅時候嚟裝一裝。裝好咗啦，勁得意咯！前面仲加咗星星嘅掛飾，又喺四個夢霸買咗一堆，又霸買咗一堆紙片。但我就係中意紙片。同埋最令我開心嘅一樣嘢就係頭先去拎飛嘅時候，我睄咗一眼，就心諗，居然俾咗個咁好嘅位我，因為佢今次改咗價錢之後呢，啲位外國人飛嘅位比以前差咗好多。但係我居然仲可以有1樓22號，即係呢一個區域嘅第1行，而且係走廊位，好幸運！希望聽日都有呢個運氣。雖然呢，聽人講話已經知道好大嚿，但係冇諗到佢連個碟都咁大嚿。呢個係今次公演限定嘅雪糕，唔知咩味道，其實都嗌，所以但係都嗌咗。真係行到手斷腳斷，所以嚟睇下。それスカレーチーズナンセット、チキンカレーで、はい。辛さは中辛で、はい。はい。雖然已經聽過人哋講話會好大嚿，冇諗到咁鬼大嚿。大佬話同我大過塊面啦已經。佢呢個啲芝士呢係好食到呢，平時我係勁唔中意咁多芝士嘅人呢，都覺得唔係特別膩咯。好唔容易，終於
食晒4嚿芝士燜，而家喺度食緊啲菜，嘗試補充下。早晨，今日係大阪第2日，咁今日呢，而家要趕住出門口，所以就唔講咁多啦。今日都係去睇寶塚，然後下晝出去行下街咁樣嘅。出發！唔知呢係咪因為而家係8點幾嘅關係呢，所以呢好凍，有風，應該話係有風。では11時頃に S シート1枚で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カメラから左で。お待たせしました。シトロンノーバーシトロンの場1つで600円です。お支払いいかがしましょう。現金でよろしいですか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400円返しです。そのままお待ち待ってください。シトロンの場です。こちらメモったらどうぞ。お待たせしました。どうぞ。見到呢個樣就知我又買咗嘢，好多嘢，行咗咁耐，今朝又睇完劇，肚餓到爆，所以嚟食炸牛扒。好難冇食啊！今日驚太飽，所以淨係嗌咗一塊。食完飯冇嘢做，你行100円店，呢個係我比較中意嘅100円店，因為佢多啲有設計性嘅嘢。不過其實唔知點解我行咗過嚟啲碗碗碟碟度，但係我又唔買碗碗碟碟個。攞咗一個呢個咁嘅肉球嚟嘅貓嘅裝飾，今晚翻去又唔小心買咗好多嘢，所以而家準備翻去酒店擺低啲嘢先，跟住再出嚟去行扭蛋鋪同埋Donkey。頭先喺出邊咧凍到咧，我連手機都懶得拎出嚟啦，買咗貢茶，因為喺酒店附近就有間，其實都唔係附近嘅，行5分鐘左右啦。冇諗過咁耐冇飲貢茶會喺日本呢度飲咯，跟住再去唔同便利店買啲嘢。揾到個呢單底褲套嘅杯啊，佢入邊係有個啫喱送嘅，跟下面有個杯咁咯。聽日會去天王寺聽日見，嚟同大家介紹下我去完扭蛋之心之後個袋就變咗咁啦。呢度入邊有我爸爸要嘅哥德扭蛋，同埋我扭極都出唔到我想要嘅Skizu 夜燈。好啦，聽日見。Hello， 早晨，咁今日係喺大阪嘅第3日，咁我而家準備搭車去梅田嘅 Sunshine Coffee 食個早餐先，然後再去佢正對面嘅露天神社度行下影下相，之後再去天王寺行街。咁我哋出發啦 ，Let's go！ 咩事啊？喂，落雪喎！我以為眼花添，會真係落雪喎！喂，入去拎翻個圍巾先。第一次真係見到落雪，但係你唔癲咯，啲雪係飄向我塊面嘅方向，所以我而家係不停食緊啲雪水咯。而家哇，你睇下啲雪就係咁樣飛過嚟我塊面度，真係有少少凍，所以咧真係忍唔住走咗去 FamilyMart 度買咗個暖包。真係太凍啦，所以揾咗間原本諗住食第一日冇嚟到嘅
餐廳。一波三折之後，行咗勁多路，終於嚟到神社嘅對面。揀咗一個呢個御守，跟住就諗住畫多2個繪馬。最後買咗幾個御守俾屋企人同埋同事，一個金錢紋俾自己，跟住呢個陣間寫嘅繪馬，同埋一個水晶卜，佢呢度最出名嘅。哦，但係好凍啊！抽咗個大吉返嚟。喺呢個咁凍嘅天氣，我仲走咗嚟西梅田呢邊呢，你哋可能覺得我黐咗線，因為我係嚟為咗食巴菲。雖然我啱啱行錯路，而家去翻正確嘅地方。今次嗌咗佢呢個叫草莓顆粒嘅個大巴菲，因為驚食唔晒，所以我嗌咗一個單份嘅巴菲。影咗勁耐，終於捨得準備開始食呢個巴菲，勁靚咯！最後喺當期都買咗成大袋嘢，然後而家行緊返去酒店，返去嘅途中再喺便利店買啲嘢食㗎嘛，食隔離一堆周歲會節。呢條路其實就咁睇，勁似低配版嘅六本木，但係幾靚。落口變咗中分，好凍啊！喺1度之下，佢仲要咁大風，我今日真係就嚟變雪條啦！咁呢個又落雪又好凍嘅第3日呢，就喺 Lawson 嘅炸雞同埋呢碗即食雲吞之下完啦。聽日10點鐘前要退房，所以我而家要即刻去執行李啦。聽日見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咁今日係大阪嘅最後一日，咁我而家準備去退房，跟住再12點預約咗喺南波嗰邊嘅牛舌檸檬度食午餐。拜拜啦呢間房。好唔容易行到嚟呢個有升降機嘅入口。因為頭先距離預約時間仲有大概半個鐘，所以走咗去南波 Walk 嘅地下街度行一陣，仲想買咗條裙添又，直接行翻過去牛舌檸檬嗰邊食飯。哇，勁多人！上一次嚟大阪睇波沖嘅時候都有買到，今次揀咗呢個膠袋，勁得意啦！黐黐。